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年22/3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年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网络上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这近边呢就是4月22日第二篇呢有一件事情我同大家来做提醒，就是呢最近呢是明知3点0的第6摆嘅最近有做地网络上本大家来做主文了。韩国呢亚摆最近是明知3点0进行40一个机制哦，有一个新的管道系本大家呢来做主文的。这亚摆呢中央会有3枚方式本大家来做主文哦。这前2位方式呢就像是同先前呢就有大家都有用的，就啲网络上啊来用一个拖卡机来用一个键盘卡做的去上面用主文的。韩国的驾驶呢用一个手机的咪做的来做主文哦，就讲去下载一个键盘的相关的 app， 都做的呢啲网络上来主文一个做的咩？一般呢清醒的机制呢就会讲给民众驾驶无想去要求来排列咧，给拿定键盘卡去抽送给片，给听定键盘卡做的来完成主文的相关尝试。给先前呢就会认真有动到，从很多人家韩国游戏要求排列咧来买最名民众，就见批评讲这个排列咧爱排动久啊，上班下都爱排一个班减高种按究的时间，韩国有从一下台北近比天时有转人的哦，动到老人家排列的是在动辛苦，也呢同乡亲朋友就有讲到的一下新的主文机制，去抽送去签一个键盘卡，都做的呢来主文呢是在系动方片哦。然后呢要提醒民众呢一个主文的时间，系对近比起时，也就是4月22到拜5，也就是4月24，总共呢有3天的时间，本大家来做主文哦。韩国呢提醒乡亲朋友，家政有主文过后呢，年底主文的时间，从系去抽中亚摆呢，可以直接插入个键盘卡，主文成功过后，你就做得直接去印一个缴钱的单呢，你就做得停定去缴钱，就唔会唔记得去缴钱呢。韩国呢假使缴钱完成过后呢，你就要记得第4月30，咪就系第下月礼拜4到5月23。廿几日，我记得去拿主文的做下面，嘅亚下呢，总共做的2最名蔬菜呢，有像系西太超市啊，像系 7-Eleven 啊，全家一路便利商店，一路蔬菜呢都做的来2最下面。韩国呢亚下呢有2太超市，像系全联啊，韩国有全联，韩国有米廉沙，亚下呢都做的本年去2最下面，希望呢本体家行下呢片，也还有动作管道，都做的来买最下面哦。好，那我哋接下来呢，应该我继续来关心筹备关于有关武汉肺炎的疫情发展。也建议呢，大家先关心的疫情，就会讲，有啲贵军呢，敦睦干脆盘查干当局标出群起感染事件。第朝安部8点半的时间，国防部就出来开一记者会嘅，佢包含呢国防部长杨德发、韩国有海军司令刘志斌，佢条条一条动到海军的总管，因此你看到呢，条条喺白白去同大家航太里来飞势里，就认为讲亚摆国军标出安泰疫情造成国内一道防疫的问题，真然呢系东排西哦。佢条条呢记者会当局呢唔但向市里表示市里含有同大家来做初步的调查结果，韩国有做相关的处分名单没有来公布的。嘅清晰的处分名单就讲有2个将官为调离亚海支付，韩国有将国防部长杨德发1条人呢为起价同亚条总管，咪就系同总统蔡英文来起价要求相关的处分。下来呢就来看呢新闻报道。潘锡干标出新冠病毒群起感染，查比呢位表示。潘锡干344个官兵，是由40个人到监行本医生看，5个人是发烧。财政部、国防部各项小数据，抗验本医生看嘅人数有148个人，226个人次，除了5个人是发烧，还有10个人出现上头气头镜头。对于本医生看嘅人数前后有增差，外界建议讲法颠颠倒倒。对于了，国防部这个炮仗片澄清说明。专案编组人员是逐次的。按照仓间消毒的状况整理刚开始所获得的资料，后续也在完成全部资料之后，我们把所有的病例清查完全，做好分类，立即更新数据，开诚布公，让外界了解，不会有任何隐瞒。国防部主动提供媒体影片，3号出席指挥中心下晝嘅疫情記者會。記者會上，指揮官陳時中聽受講法解釋，會後還能面對媒體對問。国防部说
是你们不用他来的，我请他不用来，这样子是吧？对，他每天在忙嘛。那他的问题跟着我们这疫情，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哈，相关的资料已经都送过来了。另外，疫情期間蔓延家庭東門禁區這時間出口也受到關心。我報道傳海軍本來考慮延期，不過外交部評估時的，但是外交部今日強調，東門禁區訪問配留係遵從國防部嘅重要考量。相關的評估是由國防部他們依據專業的考量所做成的決定。捐監禽翅感染增加到27個人，不過國防部最權嘅處理，唔但向蔡亞黨嚴厲批評，執政黨內也有黨獨意見。全面辛苦防疫，政壇除了對據軍方實際嘅看法，也希望關鍵補上了防疫嘅漏洞。記者王義正、郭俊廉台北報道。香港人嘅28處分名單當中呢，有2個總管機係調職嘅，係馬上用來調職咯。其主要呢就係一個海軍監區指揮部嘅指揮官，一個國家兵係調離亞下職務，還有屯務監區嘅指揮長呢，一個陳土飛陳指揮長，咪係調離亞下職務。然後呢有2個副總級別，還有司令級的一個總管係自家要求處分咯。一個就係一個國防部長嚴德發，還有第二就係一個海軍司令劉志斌咯。佢哋籌備時間呢，籌備8點半，國防部開記者會就同大家講出亞擺海軍屯務監區標出疫情總共呢會有4台設施，有4台設施，N 看到嘅籌備呢，國防部佢就有講到嘅。佢第一條一個設施呢，就係疫情同步無考試做到，前主要呢就係講，先前呢大家就根本講，一啲監區方到底呢有官兵有幾多人呢，先前就發生相關的爭頭，有去本身移管款項，佢假使有發現爭頭有繼續來同步嘛，一下呢繼續調查過後呢，就會發現一開始呢就總共呢有50人，一啲官兵有發燒情形，唔過按樣情形其實呢都冇同家頭送檢，未冇同總管來填定來做匯報，嗰種呢也係疫情冇考試同步，就有可能造成呢疫情更加更厲害。韓國有第二所在呢，就係一個聯檢小組冇考試做好相關的檢疫。第三呢就係啲應付執行時節嘅防疫管理唔考試，最講就國防部家頭公布嘅樣片，韓國有相片多項呢，所以看到呢，28屯務監區嘅一條官兵呢，去到配留嘅片進行交流時節，有當當然呢都係全場冇帶做 email，嗰種呢大家就見證而講，你看呢全世界疫情案例開，唔帶到出國，還冇帶做 email，也未造成一個防疫嘅問題。提示呢就係講一個其實就係防疫措施規劃都唔好，就係講雖然講一條相關嘅單位也都針對28嘅出行嘅應付都有規劃嘅防疫措施，唔過呢其實都唔單止冇考試做到，韓國呢冇好好來規劃，嗰種呢其實一下提出嘅4台設施就係為開始來做初步嘅檢討。韓國有針對籌備一個國防部開記者會過後，總統蔡英文就停定啲面書方沒有來做出回應。而看一下呢啲總統蔡英文佢啲面書方有講到乜解哦？佢就有講到其實呢28呢嘅因為國軍前重要嘅任務呢係為來調查相關嘅設施。而講呢亞國防部有公布初步嘅設施過後呢，一個副總沒留相關負責嘅一個負責總管來調離一下職務嘅，一個案呢還會繼續來追查，會同大家會做出一個交代。係講呢，佢咪講到，一個國軍前重要呢，就係為動用咁樣來面對所有嘅問題。國外負責呢就國外負責，國外來承認呢就總地來暗砍。係講呢，雖然講一個國防部長嚴德發有自家來講一個同總統蔡英文來要求相關的處分咯。唔過呢，總統蔡英文佢主要講到嘅，一下呢副總前重要嘅應付係為好好來改變一個造成28設施的根本問題。最講一啲評審官表示，安泰疫情過後，一下呢嘅朝野呢邊都同關心，28疫情到底係樣嚟來發生呢？嗰種呢佢前邊啲發現呢，國防委員會呢嘅嚟國防部長嚴德發呢去到現場批准呢，就媒體係根本佢講28其實全世界疫情很嚴重，中華國軍還係讓堅持外出國來拜訪，係咪有乜嘅基本嘅應付呢？針對一啲部分呢嘅咧。人副總佢講一個有10幾多件呢，係總係同大家講嘅，係我哋咪有人
问讲其自家也摆自家要求来处分，希望系未来保护一个总统蔡英文，讲希望一个正义唔好压到蔡英文成功呢。佢针对暗用嘅讲法呢，其实让部长其咩来否认呢？唔过呢，啲筹备谈讲呢，一个国防部会记者会以前，嘅国防部长杨德发含有系统也咧国民。系统一个民进党立委口见面，去来讲，去来见面咯，就认真有暗用，有谈讲暗用消息。故说呢，国民党方面就紧针对暗用方式来进做批评咯。国民党立委呢，从系一个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李延秀记住伫面书上来讲哦，讲一下呢，国防部按条件呢来公布相关的处分名单，前主要呢就讲，希望呢大家来转移的焦点系。希望呢，大家唔好过注意一个执政党有哪条冇做好嘅素材哦。韩国呢就係講，然後呢就從人哋國民黨立委嘅那個李玉玲佢就講到嘅，佢講呢國防部要下款起來呢，就大家呢都已經討論好相關嘅講法咯。前主要呢就係為一個防止一個火啊，受到一個總統蔡英文嘅成功去為來保護總統應付，一條呢就有提出暗用嘅相關質疑哦。而呢其實喺個韓係見討論一個彭沙監都帶含有那條揭示。啲籌備嘅時間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揮中心又有公布嘅講一個敦睦乾脆，又有標出新嘅行政加深嘅確診嘅案哦。而呢啲故意嘅一個彭沙監嘅確診案例已經來到嘅27例，副總理上喺聯合報近邊嘅條版條咩來關心講，啲籌備嘅時間有兩個海軍嘅總量而係本人調職嘅，然後呢也嘅彭沙監一個監隨行清醒嘅情形係乜解呢？下來呢繼續來看同大家帶來嘅新聞報道。彭沙軍艦爆發權勢感染案件，國政加3屆國政戒嚴，其中案423同案396、案397強衝3月30都有批局唔正常嘅情形。案424係到初5出現跳難切，批局唔正常嘅就鏡頭，不過紅場期間鏡頭有改善。案425係到3月23就有作銷跳難切嘅就鏡頭，不過3屆嚴都係體制擺裁減人線，呢裁將確診對大部分指揮中心講，平圖同期票有到中心。用嚴格嘅標準來看，全部都要一採嘛哈。那採過之後，當然有一些相關有症狀的，我們都會進行2採，或者在一開始做我們的法定傳染病通報的，我們也會2採。那這些都會持續的關注。它發病到某一個程度以後，我們就會有時陰時陽的這樣狀況。所以這個案例，我們大概判定的就是它已經到了那種時陰時陽的階段的時候，所以這個看它的發病時間點跟我們開始採檢的時間點，這是有相關的哈。為到前年頭，指揮中心已經對彭沙軍艦控337個人做血清檢測，係為配合這條資料來釐清。我有關嘅權勢感染，跌出嘅349個接觸個人，指揮中心已經採檢29個。我們現在已經採檢了29位啊，那待採檢28位，所以我們總共將在這個時候要採檢57位啊。那這9位已經採檢了，已經有9位的結果出來都是陰性，那20位是檢驗中。那目前我們有的居家隔離的數字是187位。外地上班對報記界230個人，見同是安部到台灣，最後有幾個人做銷，同幾個頭3年前出現鏡頭嘅新人，同阿美嘅陪同下強下係意見採檢，其他人嚟萬弄頭適中檢疫所隔離14日。外送二採檢嘅3個人，二採雖然係陰性，不過還係要持續觀察。各個新聞持用專業影片特別報道。啲籌備行政架嘅一個3個確診個案當中呢，指揮中心被發現有一個同 TP 的所在哦。前主要呢就講，加到33人呢，先前的一採時間都係陰性呢，今年呢啲籌備做第二採時間就發現係陽性呢。針對暗陽情形呢，嘅指揮中心就有講咧，就假使呢見。一條官兵呢，假使測不到武漢肺炎過後，其實呢係提早禮拜係平頭請過嘅，故所一個用先採檢可能準確度係請過嘅。唔過呢，假使唔結見發平嘅2-3禮拜按久嘅，佢體內平頭卡冇按到嘅，佢上班下採檢嘅時間就會係陰性嘅，上班下又會係陽性嘅。針對按陽問題呢，也下指揮中心嘅決定呢，會針對全艦所有嘅官兵來出血來做檢驗，前主要呢最多愛對加條體內來驗空體，來了解基層監控所有官兵一個
疫情的真正的情形哦。然后呢，有另外一类消息要同大家来做提醒哦，就会讲今年呢国中会考呢，就会集体呢来取消一类英文听力测验的。前主要呢就会讲，因正受到疫情的影响，也下考场啊，就有规定呢，讲虽然讲呢，伊个考场都方呢，为快人去，唔过呢，大家呢都会带最咩，故所呢就让大家看唔同方，可能会造成防疫的问题，故所一个从的门还系为打开来，就让一个从的门打开来，靠听力的时间，给我辈呢驾驶忧伤，可能会影响到大家来考试，故所呢今天就今年呢国中会考，为来取消英文听力测验的，为改做一套测验，还讲呢，伫太后自考方面，今年的太后自考但系我哋前年初3到初5来举行哦。唔过呢，先前就会讲，假使有考生，假使我哋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就可能就会冇办法来参加考试嘅。唔过呢，以下太考总是要决定第前年20到前年22，我一般也就啲先前参加居家隔离、居家检疫嘅冇办法去考试嘅民众来进行补考。因有关一个太考相关嘅消息，同大家来做分享。嘅有关近比。关于之前的疫情，向乡亲朋友继续来收听，下晝2點同大家帶來嘅客家新新聞。